周全呢。且不说路上会遇到豺狼虎豹、敌戎賊寇，就算是遇到大军过境，你们的性命不也会轻易送掉吗？那如果此路是岸，哪有明落？公子歇与你情投意合，他却英年早逝，令人扼腕。月公主理应尽全力查出背后谋害之主使，给子歇雪恨，也不负了你们这段情缘呢。明明就是义渠人所为，跟义渠有何干？难道不是义渠人为了换取粮食才劫持王后车队的吗？月公主聪慧剔透，也有糊涂的时候啊。你想想看，就算是义渠人有劫人换粮之心，他们是如何知晓宋钦车队的行进日程和路线的？那么多的人马轻而易舉就进入了秦国的腹地，還来去自由。月公主不覺得這其中有蹊蹺嗎？難道是有人通風報信，勾結義渠？那幾日在義渠，我和他們交往，只要我提起劫持車隊的緣由，他們總是諱莫如深，言不由衷。看來義渠人打劫車隊財物，只是一個遮人耳目的借口。劍鋒只怕是直指秦國的新王後。張子說的在理，既然打劫，就應該死死纏住輜重車隊。可義渠人的兵馬明明都是盯着舒姐姐窮追不捨。再想想，當初在武關驛站，就曾有人對舒姐姐下手，究竟是何人對姐姐恨之入骨？對舒公主恨之入骨之人一定有，但原因不明。所以月公主理當留下來，憑着你的聰慧查出真兇啊！那義渠王為何一點風聲不肯透露？在我看來，義渠王一定知道其中之厲害。他之所以不說，要麼是有承諾在先，要麼是因為那人位高權重。你們在武關驛館逃走的那個下毒廚娘，一定有來龍去脈，受何人之命，跟何人聯絡，被誰庇護？舒公主如今跟秦王去討公道，一無人證，二無物證，於是投毒下藥之事就成了懸案。說不定在迎親車隊裡還有他們的同黨沒有查出，才使得那廚娘下毒下得稱心合手，跑路跑得無影無蹤。你這一走，舒公主孤掌難鳴，那些人一定會在宮中興風作浪，謀害舒公主。要是這樣的話，那舒姐姐就性命攸關了。月兒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們這是好不容易離開楚宮那是非之地，你卻又要進秦宮的虎狼之窩。舒姐姐待我情義深重，我至今無以回報。更何況，我若是能細心查出真兇，也可以為子歇伸冤報仇。既然你主意已定，那只好如此了。妹妹終於答應與我一同進宮了，我這心也踏實了。姐姐，此番隨你進宮，你必須允我3件事。別說3件，就是30件也行。就3件。第一，小冉弟弟與我相依為命，請姐姐准我帶着他，就當是多個小侍童，好不好？小事一樁。第二，我只在後宮協助姐姐，作為應試，萬事皆是分內之事，可唯獨不服侍大王。你不願做大王的妃妾，這不妥。人爭名位，如獸爭食物。你沒有名分，就沒有地位；沒有地位，就沒有相應的衣食供養，就沒有在這世上立足的根本。你不服侍大王，
難道在宮裡做一輩子老宮女不成？我不在意，只隨我心。好吧，隨你。日後你要想清楚了，我也可以再安排的。总之，不會虧了你。多謝姐姐。那第3件事情呢？姐姐，若有一日我遭遇不測，還請姐姐照顧小冉，善待魁姑。妹妹不要嚇我，到底怎麼了？詳情，姐姐還是不知曉為好。妹妹到這時還說這樣的話，你我同坐一條船，知不知曉有何區別？哎呀，妹妹別再讓我着急了。姐姐，在官道上伏擊你的人，就是害死子歇的人。那些人不是义渠部落的人嗎？那义渠人也一定是受人指使。那背後之人，必定是在咸陽，很可能就在秦宮之中。這是大事，可如何是好？所以我要隨你進宮，查出真兇，為子歇報仇。